观众朋友晚安，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12月18日的暗新闻，我是朱永晓。今仔日呢是四大公投的日子，咱即马当咧开票，赶紧来关心这个开票的情形。咱看到这个核四厂停放啊，同意票是来到359万8709票，这个无同意票是有406万8682票。若反内地进口这案呢，同意票有372万3128票，若无同意票是有394万4603票。若是公投北大选这案，伊的同意票有来到373票6566票，伊的无同意票即马是393万5115票。落尾咧是即个海草大公投这案呢，伊是368万8596票同意票。若无同意票是有来到397万6297票。阮看到即届投票人数是有超过1982万人，同意票爱超过总票数1/4，也就是爱有至少495万6367票同意票，而且同意票爱比无同意票搁较侪，即个公投案才会过关。拄则报的是中选会目前上新的票数，中选会也预告讲，伫暗时10点进前，即个票就会开完。安尼即马咱就请记者咧，带观众朋友来去中选会现场，掌握上新的消息。即阵开票已经3点钟，赶紧来关心上新的状况。伫6点半左右，开票已经超过90%了，尤其拢是无同意票领先，但是离495万的限制拢有一段距离。即便单独公投举办，投票率看起来并无悬，大概4成左右。参2018年公投，每一案拢有5.5%的投票率来比，民众投票的意愿有较减少。那中选会预估，伫8点左右的开票结束，上晚10点进前就有结果。以上就是记者伫中选会掌握到的上新资讯。好，感谢记者提供中选会上新的消息。咱即马就来先关心这个第18案，也就是反对进口3肉精猪肉反内地的公投。这个公投案和咱的贸易啊，佮有国际关系，绝对是真有牵连的咯。这案通过无通过，即马无通过是较占赢面。这无通过到底有啥物影响？咱即马就请苏眉来替咱说分明。是，多谢营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眉。咱即马来关心一下，这个内地的公投，若是无通过，会有啥物款的影响？因为即马这个无同意的票数是较占赢面的，所以咱就先来看，咱即马全国所有的猪肉，伫咱所有的来源是有占偌济？亲像咱来人看到这张图内底，咱台湾的国产猪肉已经是占超过90%，所以咱伫咧市面上看到上济就是咱的国产猪肉。也若是这边的主角，美国猪肉是占1.2%左右。但是照安尼看起来，虽然咱是有进口美国猪肉，不过为虾米伫咱的市面上是真罕你看到讲有点头啊，讲因家己使用的是美国猪肉咧？其实就是因为因美国猪生长的环境甲咱台湾猪无啥共，所以讲食起来会有一个限，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无介介意，都拢会送去做加工产品。所以咱的农委会就为着要避免民众讲会烦恼无说离去食到有正肉精的猪肉，因就发出一个口号，叫做明确标示产地，会当互民众自由选择。亲像咱即马伫咧外口咧设计的时阵，真侪店头啊拢会写讲，因国内使用的是台湾猪，也是倒一寡来源的猪肉。甚至是伫咧超市的时阵，若是讲伊的即个加工产品顶悬嘛有2项标示，一种就是写讲即对猪肉是对倒位来的，另外一种就是写讲即项产品是伫倒位做的。也若是万不伊讲，咱真正有去食到正肉精的猪肉，对咱来讲敢会有啥物款的影响？咱来看后一张图。这张图内底，咱就会当看到讲，因为咱的卫福部有表示，咱台湾人食猪北内的比例是比国外的人加真济，所以咱台湾亲像是咱寒人上爱食的麻油腰子啦，即寡猪肝因的标准都会定比外国较悬。所以讲，咱即马已经即项内地的公投若是无通过，咱会维持进口即个照国际标准维持进口即个美国猪肉的话，咱就会当搁较有条件，照政府讲的，搁较有条件，搁较有机会去甲人超测讲要进入即个国际组织，安尼咱就有条件去来甲人说明。咱即马甲镜头转转来互营销。好，感谢苏眉的分析。咱即马看到上新的消息，就是即个反内地的公投，因为真有可能就是拼袂过的结果，
所以这个发起来伫公投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伊嘛已经讲伊要请辞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对，咱的很遗憾，不过我们到最后还是要尊重国人的决定啊，这就是台湾的民主啊，我们会表示尊重。那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感谢大家这个一路来哈，从2阶段的联署啊，超过70万国人哦帮忙联署，然后才让这一案可以成案。那成案之后，这个经过的波折哈，本来是828要投票的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到12月18号今天投票啊，时间拉长，大家就更辛苦了哈。帮忙的人很多，所以在这里我要向各位表达谢意，非常感谢大家，我要一鞠躬，谢谢大家，谢谢这一段时间的努力了哈，这是大家努力的，虽然同意票没有过关，但是也是好像200多万，目前是开到200多万了哈，所以还是表示非常多的国人觉得这个莱猪的进口的争议还是很大的哈。好，那另外我也要在这里发布一个消息，就是我即刻起辞去国民党的副秘书长的职位。其实这公投的投票率一般拢是比平常时的选举更较低，而且这天气加减影响到投票意愿。南部这的天气是比北部更较好，透早高雄伫嘉义拢有真侪人排队投票。到下晡为止，这个嘉义的投票率也已经来到4成。投票率高雄虽猛甲凉冷，毋过天气算袂歹。透早就来投票的民众搁爱排队。民进党画出高雄的目标是摕到全国上济公投无同意票。市长陈其迈看起来有信心。今天高雄阳光普照，气候暖和，我相信投票率应该会比北部来得高。来到嘉义投票的人嘛袂少，有人特别排第1个来投票。很多人啊，对，大家都需要公民的义务啊。投票结束，嘉义市投票率超过4成。一般公投的投票率本地就无悬。学者表示，这摆公投到尾啊，煞变做政党动员咧催票，看规工南部投票的状况，效果可能无介大，颠倒互少年的真不满。年轻人这一边的投票蛮不如预期的。中山大学这边就近观察来看，年轻人对于2党对决是反弹的，是不满的，因为年轻人他要一个审议空间，还有一些责任政治的问题。学者认为，哪力政党若是对公投最后结果无满意，表示公投要是爱回归议题辩论，唔是政党会当介入。记者陈嘉文、刘怡做林伟婷综合报道。过来，咱也来关心这个第17案是核四厂停放的公投。咱镜头就来到贡寮在地，也就是这个设核四厂的地区。今仔日天气乌阴乌阴，不过来投票的民众也是袂少哦。盐寮的反核自救会前会长的吴文通伊就有讲到，讲因为着即摆的公投，因拢是真用心拍拼咧宣传，望讲这少年人会当回乡投票。民众喷酒精消毒、防体温，工作人员嘛挂面罩甲喙罨，做好防疫措施，就会使来投票。看了乌地国小离核四厂区只有几百公尺，才真早就有民众陆续来投票。天气不会说很好哈人家会比较晚出来，比较早来投，很不会排，很顺利。无免啥排啦，因为阮就打水投啊，会真舒适啊。向土地公拜拜祈求了后，才去投票。另一边，伫奥地公园是盐寮反核自救会前会长吴文通投票的所在。伊讲，即摆用真侪方法来宣传，希望福籍伫康寮的少年人拢会使回来投票。前2天我们有扫街动作，这样的动作我们也有做，但是我们整个是透过整个网络族群，或是通过我们家庭的资讯取得，向所有的年轻人呼吁，你们一定要回来。吴文通希望中溪墟市公投卖通过，北台湾的民众这边烦恼墟市的安全问题。贡寮区的投票权人计共有10765人，不过中溪墟市提案的公投是要以全国1982万外人因案的投票结果来决定康寮居民厝边现状是不是过来改变。
记者郭文水新北报道。这个核四厂中胖公道的发起人黄树修，伊拄则也发表伊上新的讲法，咱即马就来看现场的消息。投票率只有40%，核四公投未通过的结果，那依法不生任何效力，核四维持封存的现况。常年被污名化的核四，加上民进党千百倍庞大资源的动员，公民团体发起的核四公投，始终在民调的误差范围之内，等同被一半的民意间接肯定。纵使未能起风商转，也是民主的里程碑。作为领衔人，我要感谢辛苦奋斗的志工，还有所有为了科学而战的友军。然而，这对于永和反核双方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结果。公投通过大选，民进党大规模的政党动员，中间选民被盖过，无法参与国家政策之形成，这是对民主最深层的伤害。从此之后，恐怕再无公投。我以领衔人身份声明：第一，核四公投未通过，中央政府更不可能处理核废料。侯友宜市长对所有公投案是所有公投案的异常消极，造就了核废料永远放在新北市的政治现实，将在历史留下记录。你的岁月静好，是有人负重前行。第二，拄则咱看到的是黄树修上新的谈话。也若这个核四厂伊是牵连到能源的问题，这案若是无通过，到底有啥物影响呢？咱即马就请苏眉替咱来细分明。是，多谢英晓。其实咧，核四厂对1999年动工到今已经完久60冬啊。为什么会完遮久？主要就是因为安全性的问题，亲像是核废料到底是要安怎处理，也阁有因时间啊、成本等等的问题。亲像进前台电的董事长就捌讲过讲，因为这个核四厂啊，伊停放的无确定性实在是伤过济，所以不管是时间也是成本，可能拢是天文数字无法度按算。不过，即马若是照即个公投的说明看起来，无同意票较济的话，咱头前讲到的这问题，可能就毋免伤过烦恼。不过，咱的真侪观众朋友就会烦恼讲，安尼我会敢会无够电好用，也是讲你阁要甲我起电钱咧？若是照咱蔡政府的能源规划来讲，伫咧2025年的时阵，咱国内发电的比例会是5成烧天然气，3成用土炭，2成用再生能源，安尼即寡咱再生能源是咱以前较罕伫咧讲的，咱建议着朝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一下。亲像咱即个再生能源内底，咱就会当讲有一项是太阳能，一项是风力发电。咱先对太阳能这项来讲，太阳能咱会当佫分作是厝顶型的供电甲地面型的供电。即个厝顶型的供电是较好处理，因为即马真侪新起的厝顶管拢已经有搭太阳能板啊。毋过，即款地面型的供电，就爱使用到大片的土地，所以亲像若是要用到气温啊，也是农地的时阵，真侪农民就会真烦恼讲，你甲我气温啊，砸甲目睭睭，你甲我农作物的日头拢砸了了，安尼可能就影响到我的食清。所以，亲像台南的罗德高渔村啊，伊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所以讲，即马咱就会当知影讲，即个地面型的供电要安怎来发电，就是主要头一个爱解决的问题，就是甲传统农业的冲突。上尾咱来看即个风电的部分，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咱的土地无介济，主要要发电的就是即个离岸的风电。即个离岸的风电，就是咱即马拢主要是互国内外的厂商开放，互因家己申请，互因家己来甲咱斗起。啊，若是根据咱的经济部，就是表示讲，咱即个风力甲太阳能2项一定爱做伙发电，因为但是咱咧热人的时阵啊，咱日头较炎的时阵，就会当用太阳能；寒人东北季风到地的时阵，就会当用风力发电，安尼互相弥补咱的用电才稳定。以上是即寡再生能源的资料，提供予观众朋友参考。咱甲镜头转转来互营销。好，感谢苏眉。咱即摆看到讲，这4大公投的无同意票是拢较占赢面的，所以恐惊这公投的结果是会拢无通过。啊，那即摆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呢，伊若发表上新的讲法，咱做伙来看。对于台湾的新的民主独裁的政府是个胜利，但是对于追求深化民主的每一位公民团体的朋友，每一位台湾基层的民众来讲，这一次是民主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不管对公投门槛的提高，或者是投票率让它降低，不能通过，甚至我们看到过去民进党最反对的鸟笼公投，透过修法，让它跟大选分开。这一次是第一次公投跟大选分开，结果就是把公投关回鸟笼里面。拄则就是朱立伦针对这四大公投案可能无过的一寡讲法。那即马咱来看到这个海草大公投案的发起人潘忠正，伊也已经来承认无通过。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正式宣布，这一场早教的公投，我们是败选了。我们认为这一场公投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台湾环境保护运动的起点，因为它已经可以走到公投，可以让全民一起来面对我们台湾环境未来要怎么走下去。所以我基本上有点失望，但是呢，这是马上就也是可以预料的事的话呢，那我们会把目标往前看。我们可能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不会停止对台湾环境的守护。讲到这海草大公投案的时，这当初是连署的时候，伊一时引起真侪关注，才来成案。这条关系到大潭海草大的生态，佮有拍算要起伫遮的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这敢有法度伫遮继续起？那即案即马目前的状况是无通过的票较侪，无通过到底有啥物影响呢？咱即马就请苏眉来替咱说分明。是，多谢英晓。因为咱若是讲到要观察一个环境敢有健康，咱可能拢会想到讲要去观察海底的酸乌礁。不过这边咱公投的主角煞毋是酸乌礁，是一种叫做海草大的生态。这款海草大的生态为虾米会遮尔重要，会引起遮尔侪人关心，甚至佫发起一个公投，咱就做伙来关心看卖。其实，一个海草礁甲酸乌礁上大无共的所在，就是因成长的速度。若是酸乌礁虽然讲伊生长的环境可能会较严格，不过伊差不多一年是会大1公分左右。不过，若是咱的海草礁，可能速度就绝对无遐紧，可能20年都大无1公分。所以，咱即马这片全台湾上界完整规模、上界大的大潭海草礁，上无照专家预测是爱7600年的时间才有法度大到这个规模。不过，即马咱这项公投案若是无通过的话，就代表讲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可能会继续起伫咧大潭电厂这个附近，也就是大潭海草礁这个海域。安尼头一个咱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可能就是这个大潭海草礁的生态。虽然讲咱的经济部啊，也有行政院长苏清昌拢捌讲过，讲这个工程咧做的时阵，伊的栈桥袂去缀着海草礁，而且起好了后嘛袂伫海草礁的顶悬。不过，真侪环保团体就认为讲，这个工程起好了后，伊所地势的土沙啦，也是海流、风涌的变化，到底会对海草礁的生态造成啥物款的影响，真正是无人通好敢保证。即马呢，咱若是看这个三接无煞，伊敢会除了即寡环境的破坏，敢有啥物款的好处呢？其实呢，咱这个照政府的能源规划来讲，咱原本伫咧2025年的时阵，就要全部废除核电，所以讲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会遮尔着急要起，就是因为讲有一寡电厂退休了后，咱国内就一定会欠寡电，所以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就是为着要应付这寡电厂退休了后所欠的这寡电，才来赶紧要起。若是咱照咱的经济部的讲法来讲，这个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起好了后，一年是会当加137亿度的电。这项公投案，咱拢知影讲，伊头先发起的时阵，伫咧东义三接所位迄边声势是加真好。不过即阵乃雄雄并撇啊，其实甲即个用电的问题嘛是有关系。因为都有真侪环保团体啊，甲中南部的民众就会烦恼讲，若是即个三接所位，也是讲去别位起好进前，伊要欠的即寡电，可能就需要中南部的发电厂，佮加小块土炭来应付，安尼可能就会造成因中南部空气污染佮较严重。上尾就是即个南电北送的成本，因为咱会当知影讲，即马全台湾起好的
天然气接收站计共是有2座，一个是伫咧台中，一个是伫咧高雄的永安，这2座拢已经是完全起好，已经在运转的啊。不过，这个用电上济的北部，煞是无家己的天然气接收站。而且，即马中南部已经有真侪科技大厂咧进驻，未来人就无遐尼侪电，通好来支援北部。所以北部有家己的天然气接收站了后，供电就更较稳定，咱以后用电就毋免遐尼啊烦恼。以上就是针对公投这个议题的分析，咱甲镜头转转来互英晓。好，感谢苏眉对海草大公投的分析。咱一直咧讲，即届公投有4个案，不过这种是全国性的公投。伫新竹市遮咧是加其他县市一案，因这第5案就是台湾干净水行动联盟发起的啉好水公投。因的诉求就是希望会当制定自治条例来规定工业佮医疗事业的垃圾水会当设一个专门的管线来回收。透早8点，就已经有人排伫投票所外口准备投票。这届公投，新竹市比别个县市加一张啉好水公投票，选务人员唔敢靠势，就惊会拖长投票的时间。地方民众嘛对这项全国唯一的公投真关心。动线蛮顺畅的，没有问题。从进去到出来大概2分钟左右。毕竟也跟我们饮用水有关嘛。那如果是缺乏相关的办法的话，那定我觉得也是蛮好的一件事。那对身体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所以你也蛮关心这个喝好水。发起人表示，啉好水公投是直接跟人民生活有关联，希望政府听到公民的声音。觉得很感动，一早8点不到就有很多民众正在进行排队。那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一次公民投票，尤其是关于新竹市的地方公投，大家可以很认真去思考关于水环境治理，公民可以投下怎么样的一票。根据选委会统计，新竹市有35万7000多人有投票权。除了同意票需要比无同意票多，嘛有超过89270张同意票，啉好水公投再使过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第19案公投北大选，这是由国民党的前主席江启臣所发起的。这条案是牵连到咱选举的日子，佮有选务的问题，就是看讲讨论议题公民投票，甲选人选政党的选举，敢要安排伫同一天。这案若是无通过，到底有啥物影响咧？咱即马就请苏眉来替咱说分明。是，咱若要讨论这项公投进前，咱就要先了解讲，咱即马现行的法规是安怎。其实对今年就是2021年开始，咱是规定讲2年会办一遍公投，而且讲是伊办公投的日子是办伫咧8月的第4个拜六。安尼，即马即个公投想要问大家，就是讲，若是公投按成立的半年内有公投甲大选拢会举行的话，安尼白做伙举办敢好？毋过即马咱即项公投案看起来是袂通过，咱若是袂通过，敢有啥物好处甲歹处？咱做伙来看卖。头先一项就是即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大家拢知影讲，办一遍选举，无论是经费啊，也是人工，你要招土地、请人，也佮有宣传的成本，拢会真济。所以讲，即个咱若是甲伊分开举办的话，可能就爱加开一遍钱。毋过，咱嘛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若是关心伫咧公投的项目顶悬，就袂亲像是2018年迄边的选举，因为迄边咧选县市长的时阵，同时间嘛是有10项公投咧举行，所以相信观众朋友印象也阁真深。迄边公投票所外口拢排队排甲长落，时间实在是真歹载。也若是咱来讲到投票率的即个问题，亲像今日就是天气较寒，所以讲话人就会烦恼讲。因为天气寒，就无愿意出门投票，而且人若是亲像咱头前讲到即个成本的问题，人爱搁对北部转去南部投票，也是安尼往回，可能就有车钱啊、时间的成本，所以因就无愿意搁加走一撮。毋过咱嘛会当，遮有一项好处，就是讲，因为无候选人伫遮咧留即寡公投的议题，所以讲即个投票率可能就因为大家拢毋知影即个议题到底是咧讲啥，所以讲就会较低。毋过嘛会减少民众投票意愿去受到政党的影响。好，接下来咱再来看4大公投目前开票的情形。亲像核四抢中胖，同意票是来到374万票，无同意票是有421万票。反来伫进口这条咧。同意票是387万票，无同意票是408万票。若是公投北大选，同意票有388万票，
无同意票是超过407万票啊。落尾咧是即个海草大公投，伊的同意票是383万票，无同意票有411万票以上。拄则报是中选会目前上新的票数，目前无同意票是伫4个案拢是较占赢面的。中选会也预告讲，伫暗时10点之前，这票就会开刷。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朱阳晓，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